叫啥？等下要摒扫呢。哦，对啊，咱公司现在袂使叫阿姨甲咱斗拼啊。无啊，阿姨有病，啊，毋过咱家己的桌啊嘛是爱做一下清洁啦。阿姨扫涂骹尔，阿姨敢袂使甲我遮拼拼咧？有。你想为难事啊？譬如讲，就是伊会当甲我迄物件摆着整齐啊，还是讲倒顶 QQ 咧啊，是创啥？啊，万不等物件无去，你爱去找阿姨哦。哦，好啊，无去就甲公司个，大家讲主管，我迄物件无去啊，无落做甲过啊。而且涂骹佫要拍蜡对哦。嘿啊。哦，迄你看迄我迄涂骹呢，愈来愈去，涂骹拢减一块。你也知哦。但是迄咱另外一个主管拢讲伊袂拍蜡咧。为虾米？伊遐做垃圾的，我嘛毋知是安怎，伊可能就是无想要，无想要去互人吸着伊的物件。哦，有可能啦，伊的物件较贵重。安尼我要去吸者。好嘞，你有啥？好啦，等下要讲做者摒扫的代志，咱就先讲我遮啦。好，我先去拜托阿姨，看伊使甲我倒收哦。啊，顺便我的桌啊嘛拜托者。你是讲我来死，你个地方是共款。好啦，就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个来事，抑个有甲带就，抑个有甲观众朋友下批用台语念出来。我本来要问你讲，抑个有啥物台词你是袂晓的？我拢会晓。我拄则是去互迄耳机内底我的声音惊着，是安怎啊？你的久无听着即种转来啊呢？对，较清气的声。但是听众朋友拢较介意你有鼻音的声。哦，咱今日节目就到这，感谢。鼻啊地咧开始练批。今日节目到这啊！今日要讲一个摒扫的主题。我真正是无啥介意摒扫。我嘛是。我嘛毋是无介意摒扫，我是无介意整理。敢有差？有差。我咧讲，咱等下要讲的即个西瓜，伊甲我共款，甲你共款。对，我咧读伊的批顺哦，我哪读？哦，对，就是安尼。我本人啊。对，就是安尼。我根本就怀疑讲，我家己半暝偷偷写批来。我跟你讲，你网友。对，网友的时阵偷偷写批来。好，安尼先来念即张批，咱等下再来讨论。好，这是高雄的西瓜写来的批。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的西瓜，真久无写批来咯。即摆讲到摒扫的主题，我就想要来问大家，敢有人甲我共款对即种摒扫整理物件感觉足痛苦的人？先讲哦，我毋是垃圾，但是我藏物件的时阵有我家己的方式。有可能哦，别人看起来感觉讲足乱的，不离个我全部拢找会到哦。虽然安尼，但是我爱特别讲一件代志，我真够摒扫，尤其是便所甲灶骹，迄涂骹甲壁摸起来绝对是金骨啊金骨。总讲一句，物件乱我无要紧，但是我足惊垃圾的，所以我便若是过年，还是讲要大摒扫的时阵，拢爱叫阮朋友来陪我。毋若是陪我拣我无需要的物件，嘛是伫遐监督我。若无我一个人收物件的时阵，特别哪收拢会去哪想讲这个物件有啥物意义，还是讲这个物件进前发生啥物代志，结果就收半磅，拢收无几项。伫遮嘛要特别推荐一本册，叫做《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这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册，我毋知影台语要安怎念，后边看你要安怎念凊彩哦。这本册整理物件的大方向，甲恁进前访问过了哥有淡薄仔像。我迄当阵是互我家己一个目标，看一个单元就对咧整理一个部分。甲了哥因出的垃圾啊，叫网友逐工对咧做嘛差不多，真正无共骗。我总共整理出4-5袋黑色大粪扫袋的物件。整理以后，才知影讲有遮尼侪物件无效无要用，真正是惊着。以早出来较无好过，所以开始趁钱以后，我拢笑讲我家己总算开始是加法的人生，想要买啥就买啥。结果后来煞感觉爱开始减法的人生才对。恁敢知影是安怎？因为搬厝公司一车拢足贵的，哈哈哈哈。非得吼，就是看起来已经无心肝头有爱的物件，就会使先处理掉。希望大家过年进前大摒扫以后，拢袂酸痛。先甲大家讲新年快乐哦！感谢欧贝贝，新年快乐，西瓜！西瓜新年快乐哦！啊，你当时要送西瓜来互我吃，即摆搁要吓我啦！迄热天的果子你安尼，无你甲伊热天的时候寄一条大西瓜过来，西瓜爱冰哦，应该是寄迄免冰的就好啊。
对啊，一个大西瓜来，你两个要哪分？我就问你，先冰起来。我会记真，我会记真正是有一个人摕西瓜来，咱是叫迄是阿妹仔切互咱食。哦，对，因阮去外口翕节目啦，有人为迄龙井炸过来。哦，是吼，我想讲奇怪，印象当中有一个有一个有西瓜。哇，西瓜啊，迄条西瓜毋是你捧来的，所以你到时阵爱洗条西瓜互阮食哦。是西瓜等你哦。咱要讲变少的代志，结果变讲西瓜。无我听到西瓜，想要食西瓜。哦，我今天甲伊共款呢。安那？我大胆来推测，这一定是水上星座的。水上星座。对，因为我熟悉水上星座，也是讲做设计的人，因拢就是较性格，因就是拢有即款的习惯呐。像我以前，阮老母拢讲物件等甲贵个啊，我说莫甲我收，你收的了，我都毋知伫倒。真诶，我嘛是呢。虽然讲看起来乱七八糟，但是你知影讲，即堆的倒边第三空下骹囥啥？对，迄堆我爱物件倒伫内底。对，迄边都揣有。阮姐就会讲，你就是甲伊收咧啊，到时阵知影讲毋知，而且我进前有捌想过，我想讲，好，我要甲伊全部拢收起来，这囥遐，这囥遐，结果来讲，尾仔拢揣无伫倒。可能爱外口爱搭迄标签嘛，写讲内底有啥。我搭标签的时阵，我拢想讲写一个大方向就好，结果方向伤大啊！像叫你写安尼大，这是人的问题。无，我尾仔你知影，我连搬出的时阵，我还想我面顶拢爱写甲做油的安尼。对，比如讲鞋啊、衫、箱衫，啊，搁有裤，啊，搁有啥物棉床头，所以后尾我收物件拢分区域。我喺搬出的时阵，比如讲棉床头一箱。啊，搁来倒啊一箱，对，共款物件囥遐，啊，你即个时阵就会记你讲，咱两个拢共款啦吼。我知，我的桌顶有啥，有啥，所以我到时要找啥啊，我去找桌顶迄箱就好啊。对，我嘛是安尼。对啊，安尼看起来咱两个差不多，好啊，安尼即个单元就搁遮。到底要甲讲啥物变数？所以你敢有看迄本册？我拄则看即个配料，我有去小可研究。我感觉伊讲物件真有道理呢。我感觉讲我会使来去看一下即本册，我可能会使变两地哦。尤其是讲的迄个心肝头无爱即件代志，这甲廖哥甲咱讲物件做像的呢。对啊，就是迄一条粉粿。对，而且伊内底嘛是有一个差不多是一条粉粿物件。系啊。像我因为有迄刺读的嘛，我去看伊讲迄饼迄衫度啊，你甲你全部的衫拢搬出来。哦。你厝里全部的衫。哇。对。安尼。你的衫都是我知。我是无遐个物件啦，我无遐济。伊讲伊就是你爱甲全部的衫拢拼出来，放伫一个空间内底，啊，你就开始拣，摕起来感觉讲，哇，心肝头安尼，咚叽，心肝头伫遐咧跳诶，我也是讲，哇，真正好看，我会去穿，这就甲伊藏咧。哦。啊，若是无诶，摕起来无感觉，哇，上3秒以上诶，就甲伊等落迄个黑色诶地仔内底。哦。对。啊，这个时阵就是爱甲迄廖哥因讲诶物件藏入去。伫遮我要特别推荐一个梦清。嘿，你问我是啥啊？是啥？你这个人态度在安尼哈？你讲着变少的主题安尼冷，即你冷什么意思？你去看伊变少就好啊。伊是我目前为止看到变少，我感觉迄变数啊是啥物规格上符合我的。迄是因为伊本人有迄个撇吼。对，有一个清气撇。嘿啊，你敢知是啥？我知，一个查甫的，对，伊会用手揢菜瓜布落去洗马桶。哇，你敢知啥？我知，就是迄个错家。进前我看伊的影片啊，伊咧讲就是对物件要爱不爱滴。伊的迄个选择方式我感觉真好，啊，佮结合了个啊，佮我今日看即本册啊，因讲的方向大部分就是讲，你莫想讲啊，这我以后会穿。我过来会变瘦，我过来会看。你心肝头的落啊，对迄个物件已经无反应的时阵，你可能甲迄个落啊安尼切，迄个落啊嘛袂完掉啦。当机就是你心肝头的迄只落啊，有你黑白落无啦。伊若无你落的时候，你拜托来这个物件放下啦。重点是伊有一个重点，重点是伊有一个重点，即句那个怪。所以是啥物重点？重点就是吼，伊讲你莫想讲这拼起来要互相。拢甲咱聊，拢甲咱聊，可能无人要点啦。对，啊，虽然讲廖哥因有推荐讲会当摕去因的网站，对，结缘规箱的，但是伊结缘迄个嘛袂歹啊。我规箱面顶会写大方向，你莫拣规箱寄互你，这会使。因为我捌看过有个人，伊若收哦，结果去因兜伊就讲，即块是我要互阮阿姨的，啊，即块是我要互阮姐因囝的，啊，即块是。
结果我来讲，迄个物件囥2-3冬，万一佫囥伫遐，是去互人拒绝迄哦？毋是，是伊无时间，伊讲伊无时间，就是去问遐个人，啊，而且就是佫惊讲遐个人佫问讲啊，内底有啥，伊就该去上佫创啥。哦，安尼嘛是加麻烦啊。对啊，你总共浪费的时间，就超过迄个物件的价值啊。嘿啊，所以千万莫佫想讲这要上相，这要上相。对啊。但是你若是迄种较新的鞋啊，也是讲就是较有价值的物件，衫啦，会当关好迄非洲啊。哦，对啊，每一年拢会有迄送鞋仔的活动。对，啊，佫有就是，譬如讲你若是我较新的衫，我知影我有的朋友啊，伊个衫拢安尼新擦擦，迄吊牌拢还袂加，伊就无爱啊。啊，对啊，有啥物？伊样啦，我即客互你。还是穿袂落哦？毋是，伊就是迄当阵兴的时阵去买，啊，结果买了，就是囥咧啊，囥了，伊时光头迄只落甲死去啊。哇，对，啊，伊就无爱啊，伊就甲单掉。是哦，但是比较单调。对，但是伊讲迄衫拢足俗的。哦，可能100-200块啊，是300-400块安尼。感觉迄嘛是一个钱啦。嘿啊，所以我累积起来嘛是真恐怖啊。所以我拢甲伊讲，尾仔就是捡规地啊，我甲伊关出去安尼。嘛是会使。啊，你若是一寡无爱的衫，若是寒天的时阵，米酒皮遐会当关互流浪动物，因为迄寡狗仔因寒天足寒的，因需要有物件通困安尼。哦，对，所以我若是拄着迄米酒皮是衫，我拢会关。啊，佫有一个。是毋是大家拢有做者红啊？哦，对啊，绒绒有毛的红啊！我面床头做者水鸡排蒜头。对，直接讲到这，是毋是佫有人毋知影水鸡排蒜头是啥？应该无人毋知啦。啦。迄间有朋友老话甲我问啊，听到没有？你若毋知影，伊知啊。水鸡排蒜头是啥？你老话来甲我问好无？我会亲身甲你讲。那有人毋知影，阮水鸡排蒜头有偌高水咧。好，水鸡排蒜头。对，我要讲迄就是红蚵啊，毋是红蚵，布红啊。我都甲红蚵送互别人，敢袂是恐怖？迄有罪。对，迄布红啊，会当关吼高丽烟、幼丽烟，还是啥物？其实即摆伫网络面顶找，拢找会着。拢有管道。对，规箱甲伊寄去，伊佫会寄手机互你。袂歹。对，我之前有寄过。我本来想讲寄几大箱都是贵的，嘿，结果足俗的，是哦，100几块尔，免200。邮局是一个好物件。哦，好啦，既然讲到摒扫，对，来讲一下摒冷气的故事，就是杨仔写来故事。这雄甲即个故事叫出来开始念杯啊！好，请重点。好，我要甲黑白边学了一个，真正是足介意恁的节目，爱继续做落去哦。有一集听到主持人的分享，冷气发现的各种动物，嘛是要分享一下我的家乡伫咧南投的山顶，3楼尾的房间较少用。有一回袂记得是安怎，我甲冷气拆落来说，内面竟然有蜜蜂呢。阮才知影，原来进前看到的鸟鼠屎，想讲有鸟鼠，毋过佫无物件互伊夹歹去，原来根本是蜜蜂的屎，有几啊摆又飞出来过。本来想讲也毋知是倒位来的，迄摆摒冷气才想到，进前看到伊几落摆，拢是开冷气的时阵发现的。伊就会互阮开门赶出去。本来掠准伊是趁阮开门摕物件的时阵飞入来，风关咧内底。后回开电火甲插着才飞走的。当初嘛是有淡薄仔犹豫，风关咧内底伊是要食啥咧？啊，煞毋知伊根本是为伊的厝，也就是阮兜的冷气飞出来的。另外嘛想要来学了一个迄台国产冷气，若俗阁真勇。因为自我头一摆看到伊，互阮拼出来，上无有5年以上，甚至可能有到10年哦。我毋是遐尼确定。总讲一句，内底有满满的蜜蜂屎，阮嘛清足久的，想袂到，竟然会当正常的使用呢。只是想着讲，阮正常咧吹冷气的时阵，拢是伊的便所吹出来，就感觉落尾阮拼了，就甲冷气外口的孔用网仔封起来，就无阁看过蜜蜂咯。故事有淡薄仔长，后回再来写批。我阁来写拉里、食蛇龟、八宝蛇、张水鸟、台湾山鸡的故事。最后阁来甲黑白边学了一个，就介意恁的节目，爱继续做落去哦。我是杨仔，多谢。杨仔，你是读生物系哦？
恁兜哪有遐济物件通用啊？佮会当认出来。对啊，而且看到哪里迄是足好运的呢？哎呀，伊是住在深山哪来哦？我想过迄鸦片的呢。什么鸦片？哪里？妈，我该袂当饲。我毋是住山顶，我有看过迄呢。看过啥？龟子麻哦，我甲你讲过。无我有一工就是伫桥头摆转去的时阵，半暝想奇怪，电火条边哪有两个物件你行，你知道？我想讲迄啥，我停落来伫遐看，结果是一只大只的龟子麻，带一只细只的龟子麻，啊，因对电火条，对，因对电火条安尼，嘟，那里游说啊，安尼爬过啊，爬到即边过，因咧过大路。因无行下骹的车路，因行面顶啊，行来个爬落呢。面顶较安全啊。小狗水呢，我停伫路中伫遐翕相啊，结果因为迄直行，我手搁咧抓，我都摆咧准，你知道？结果我就甲翕着一个安尼雾安尼，但是嘛是足古锥的。啊，你为虾米知影迄是龟子麻？因为我捌伊啊，片啊白白。对啊，而且伊尾较油，因为阮遐有迄草莧麻，草莧麻的尾较粗。是哦。网友是咪问咱讲草莧麻甲龟子麻是啥？家己去查。好，过来讲到摒扫，咱要来讲就是摒扫的五大禁忌。禁忌？对，我感觉这最重要的，因为咱要做任何代志之前，咱都要先去查看卖讲安怎做较紧，有啥物好的撇步。但是，你若是有啥物禁忌，你嘛是要先甲查起来。对。若无到时阵吼，你本来想讲是好意要做这件代志，结果我你讲来一个无好的效果，无个歹运啊。好，来注意听哦，差不多有5项代志要注意。哪5项？对，第一项就是袂当伫咧围路暝迄天来扫涂骹。哦，你问我是安怎？你为什么较紧的好无？我就是你要甲我问，就是伫咧围路暝进前，大家甲所有摒扫代志全部完成。啊，若是围路即工仔有初一，绝对袂当做任何扫涂骹，也是倒粪扫的行为。为什么咧？因为你若是伫咧围路的时阵扫涂骹是倒粪扫，你会甲你的财运扫掉，也是甲你的福气倒掉。哇，有道理呢，会去影响到你规年的运势。哎哟，毋通。是说讲一个阮过年初一拢无咧洗身躯。有的人是安尼啦，对，你袂当得甲你的财洗掉啊！对。我以前拢会透早洗头，我拢会叫阮老母骂，你就是安尼遮散。好，第二是袂当伫咧暗时扫涂骹。为什么？因为人讲吼，摒扫拢是爱伫咧日时的时阵命，爱伫咧日头落山进前完成。有一种讲法是讲吼，暗时扫涂骹的时阵吼，会去惊到地基主也是财神，可能会去影响到财运。啊，过来第三是袂使对厝内底向外口扫。为什么？因为扫涂骹的方向就是代表财甲运的流动。你像是对内底向外口扫，会甲认为讲你是甲运扫出去。哇！对，所以摒扫的时阵吼，拢一定爱向门内底啊，是讲就是塔门外口安尼扫一摆安尼。哦，我拢倒病。啊，你会害你，你害你无福气。我来讲，我出去外口做临时工的时阵啊，我要卖物件是创啥？开市进前哦，头家拢讲来，爱安尼扫，爱安尼扫，一定要照伊的步安尼。哦，有诶，头家较注重头家。你定是个变这个 Q。好，过来袂使清即个行为，也是讲风台的所在。你伫摒这，袂使清哦，毋是清即个物件的时阵，你袂使迄个态度无诚心。哦，是咧禁止你即几个所在无诚心，毋是禁止你清即几个所在。你听咱讲话有功力好无？好。因为这红架道也是咱厝里较神圣的所在，要拼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你若咧黑白拼，人会讲对神明啊，是讲对祖先不敬。对。所以一年一摆要清的时阵，你一定要先拜，甲因通知。啊，佮先用大煲来切，毋通咧黑白好水安尼。好水。对。好，过来，这个上重要就是讲，伫咧摒扫的时阵，袂使安尼吵闹闹，还是讲一寡负面的话。哈？为什么？因为你伫摒扫的过程当中，你若是规家伙冤家，还是讲出一寡负面的话，会去影响到你过年过节的气氛。哦。对，而且摒扫的过程当中，你若是保持一个轻松的气氛，互摒扫变做一项充满正面力量的家庭聚会活动。听起来是摒扫就欢喜的，但是我感觉做困难的，因为摒扫一定冤家咯，加减啦。我爸妈妈你有听到无？因为伊有伊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啊。其实我感觉重点就是厝里摒扫清气就好啊啦。对，但是伊有伊的标准，伊认为我安尼用无甲伊的标准。我爸妈妈你知影有人甲你斗摒扫，就爱偷笑啊。嘛是啦。其实吼，就是讲有照顺序，还是讲先分配任务。啊，迄时间啊，毋通讲即几工，安尼其实拢会当真快乐的，甲即个活动结束啦。对啦，时间掠较长咧啦。对，你讲的真对。过来，还有上尾一张批呢。
上尾一张批。我讲完这个5个禁忌了，感觉有淡薄忝，换你讲好啊。咱 NG 伤济解，我毋是 NG 搁较济。咱今日就到这，记得啦。好啦，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咧台北食头路的小星星，对，歹势，阁是我阁要来分享我的故事甲烦恼啊。最近发生一件代志，拄啊好，就是转去家乡摒扫的期间发生的。我先承认，甲摒扫无真大的牵连，但是因为互我感觉足困扰的，所以也是决定要写批来问看卖大家的意见。毋知影大家敢有甲厝内人冤家的经验？我是真无想要冤家，但是心内的话若无讲出来，阁足艰苦的。代志是安尼，因为我伫台北食头路，所以家乡伫别位，伫倒我就莫讲啊，较要互朋友认出来，且互我保持一点仔神秘感。就伫前一阵啊，我拜5的假转去家乡，想讲要过年啊，甲房间摒扫一下，准备要入去房间甲行李放咧。想袂到我才踏入去我的房间尔，我就有一种即间敢是我的房间的感觉。内面亲像仓库，有别人的行李箱，洗好倒嵌的箱仔，福线虫仔食的胶纸，涂骹阁有清过的肉珠啊，树啊阁有打起的树灵糖。我真正无伫厝里遮尔受气过。我知影平常时啊，我无住咧厝内，房间有互得啊困，我嘛无啥物意见。但是我认为困是一回事，无代表就会当凊彩使用呢。除了枕头、棉被以外，其他的物件嘛摕入来我的房间，敢袂伤超过。家人的房间又甲遮尔垃圾兼太高，我就想起新年的愿望，甲心内话讲出来。所以我就决定要甲我的不满拢表达出来。听到我转来的声，阮阿兄就叫因后生来我的房间，甲物件收走。后来换伊家己入来我的房间，开始对我大细声，甲我讲：“阁有啥物物件要收的，做一摆讲啦。”佮讲我转去厝就屁屁叫，好笑咧。阮小弟伫隔壁房间困，拢无听到，颠倒互伊的声吵精神咧。我嘛无咧甲客气，直接讲。无属于我房间的物件拢收走。阮阿兄继续甲我呛，讲我自私，拢甲伊当作司机，拜托5到10分钟的车程。后摆家己去坐车，我嘛甲回讲，家己去就家己去。你敢有问过我的意愿，就用我的房间。伊知影家己食开就踮去。我真正食到遮大汉，毋捌甲伊冤家过，但是真正是伤过分啊！决定做一摆，甲心内不满拢讲出来。最后，我就互伊当作是透明人共款，但是我嘛无按算要落软，我只是想要得到尊重，就去互人讲自私。我敢真正遮尔自私？我敢真正做毋对啊？我甲朋友讲即件代志，大家拢毋敢相信。阮即辈阿姊，伊进前做外派，伊的房间嘛无人入去使用啊。为虾米我就要受到即种待遇？我就还袂过咧，房间互人占去用，敢是叫我莫转去厝？唉，愈想愈伤心。我想我以后可能会愈来愈少转去家乡，较免咧看人的面色。对啦，无属于我的物件拢搬走了后，我的房间加真快。我嘛若像廖哥讲的，整理房间嘛整理心情，甲房间整理清气，换新的卡垫、门帘等等，重新甲我家己的小空间变做我喜意的款，准备过新年。以上就是我的故事。我想要知影家己敢真正遮尔自私，请提供我一点仔建议。我是小星星，嘛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发财，多谢。你知谁来拍扑啊？我毋知，因为小先生打甲咱会员讲伊新年愿望，要甲家己心内话讲出来，结果就开始甲咱冤家啦。我嘛毋知是毋是受着咱的鼓励。但是真好，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你踏出你家己迄步啊，总算甲家己心内话表达出来。但是冤家呢？这时阵咱来甲伊苛刻啊！我毋知影进前小先生你敢有甲恁厝里的人好好啊表达过你无介意即件代志？对啦，好好沟通真重要啦。但是小先生进前的个性可能咧温温啊、顺顺啊，人可能无甲伊当一回事啦。哦，啊，就愈来愈超过。就像你以早安尼。你无表达，人就会替你想讲啊，无要紧啦，阮爸边无计较啦，阮安怎安怎，你知影无甲家己的意见讲出来就安尼。但是毋是万事万项拢不要紧啊？
对啊，阿兄可能认为讲啊，迄阮小妹啊，我正生囝啊无位啊，伊离我较近啊，我只要囥者应该是无要紧啊。阿兄可能当做伊甲你小惺惺，你的感情足重的啊。我是毋知啦，因为阮自细汉啊，阮兜都无家己的房间啊。阮拢是两个人困做伙啊，所以我就是无家己的房间，我毋知影讲迄种感觉，因为我自以早就有一种认捌，就是讲啊，我房间一定有别人的物件，别人就是随时都会使进来阮房间。嘿。对，所以我无形成即种困扰。无家己的小空间就对啊。阮这卧室的星星拢是大家住做。我拢是你要食我的什么？是要几摆就几摆，你知影？你会安怎甲星星建议？我的建议就是甲门锁起来。你讲有好处理，可能有人有锁匙啊，就去家己拍一下锁啊。哦，真的呢，你若真正讲你特别锁起来，就是表示讲你无这个意愿要别人用。对啊。你若是硬甲你拍开，佮创啊，这就是甲伊冤家啊，冤落啊。对，就是爱冤家啊。冤家啊，若先生你有冤家，还是这小配来跟我分享？已经冤啊啦。哦，我惊讲门锁起来了以后，佮要冤啊。这种听起来都精彩。门锁起来为虾米爱冤？因为伊甲伊偷拍开啊。因为是伊的房间啊。啊，伊若甲伊偷拍开咧。真正会冤，对，真正会冤起来啊！这个时阵是毋知影讲妈妈还是讲其他人有啥物意见啊？不离个我感觉讲，就像咱头前讲的，摒扫的时阵就是爱和平，大家就是爱讲好话。你今日虽然讲心情无好，但是你家己的房间摒清气啊。对，迄个风火头过去了后，你心肝头较平静啊，你才好好想看卖讲，你敢有要原谅伊？因为人生就是安尼啊，你无法度改变别人，你敢会当改变你家己。你嘛无法度选择你的家庭，你今日就是拄着啊，袂就是原谅伊，若无就是一世人甲伊扣分，啊无就是像先生你甲你讲的，你要搬出去，不离个你还袂嫁啊，你伫还袂嫁进前，你总是爱返去厝呢。嘿啊，而且要过年啊，你两个若是搁安尼激气，到时阵气氛就真歹，有道理，对啊，星星啊，好好收一下。我来干嘛？你甲我叫？好啦，回去就是用一个较笑亏的方式来考劝星星啦。毋知恁老母敢有甲恁斗考劝？因为老母若是看到囡仔冤家，拢会做伤心的。加减啦，对啊。啊，你敢毋甲恁厝内人冤家过？这我歹势讲啦。我看起来是一个真够冤家的人。我嘛安尼感觉。哦，多谢你哦。而且我细汉毋捌代志的时阵啊，讲出来的话拢会气死人。我跟你讲，黑白妈妈即摆听到一点点点头，对啦，毋正经。但是阮老母有讲过一句话，伊讲5支砖头仔伸出来，逐支无平长，加落拢会疼。哦，伊的意思是讲，阮咧冤家的时阵，伊无法度替任何一个人讲话。但是我若是甲伊斗的时阵，伊若无徛伫我即边，我嘛是会甲骂。我大概甲阮一个冤家啊，我电话挂掉了，我拢敲电话甲阮老母斗。我会讲你查某囝，你查某囝哪安尼啊？啊，另外一个嘛是查某囝啊，啊，伊嘛是真为难呢。对啊，但是得爱听啊。啊，尾我较大汉了，我讲黑白妈妈会使好好讲话啊啦。嘿，有当时伊就会讲嘿安怎嘿安怎，嘿安怎嘿安怎，这歹势甲你讲啦。好啦，回头我要甲星星讲一句话啦。讲啥？我要甲伊讲。这可能毋哪一句，也袂讲清笑就对。对对对，我要甲先生讲，对我来讲啦，猫仔伫倒倒伊就是阮兜啦。哦，啊，毋过伊无猫啊，听起来是安尼。好，多谢你的解说哦。但是啊，你今日对这件代志会生气，表示讲你对伊有要义，你嘛是对这个家也阁有感情。若无你袂伫遐烦恼讲，安尼我以后就无想要转去啊，我以后安怎？因为你若真正无心，无甲家己藏伫内底，无认为讲你是迄个家一份子。对。愈要伊，你就愈生气啦。就像你讲的，你自细汉甲大汉都无甲伊冤家，即个安尼冤一个，一定是感觉心肝头真疼。不离个生气懵生气啦，啊，等下就是家己冷静。阮老母讲的啦，半暝啊，迄枕头住较悬的啊，家己倒咧好好想看觅。多谢黑白妈妈，千万毋通到时阵无通讲的时阵才来后悔啦。真的，人生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因为一寡冲动，你会雄雄讲出一寡话，还是讲雄雄决定讲要暂停一寡代志。等下你若是时间到的时阵，还是讲无迄个时间啊，再来后悔，真正是袂赴啦。这气氛哪会雄雄变甲安尼遮尔重？讲话啊！我嘛毋知影雄雄要讲啥。回弟先生，你无自私，你只是甲你家己心内的话表达出来。不离个你以早较汉你讲家己心内话，可能你想要表达的物件，别人认为无清楚也是安怎？无要紧，等待你心内迄个生气的情绪过去了，咱则个好好啊沟通一遍，都会使啊。
哦，多谢欧边，这个建议真好。谢谢啦，我嘛安尼感觉。好啦，过年就是安尼啦，整理物件嘛，整理关系啦。无论是有毒的、无毒的亲人，还是讲无亲的，都甲整理你的啦。是，好好啊斗阵。对咩？就什么 NG， 你嘛要甲我好好啊斗阵，知无？谢谢，再会。再会。继续位咧。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有啥物陪信，做回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多谢大家努力。三尾楼的房间较少咧使用。三楼尾啦，三尾楼是啥？当初时嘛是有淡薄仔晓字，晓啥啦？晓。当初嘛是有淡薄仔晓字，晓字。晓啥啦？晓。你做晓的晓啦？当初嘛有淡薄仔晓字，嗰啲晓。到底想到？晓。晓。总共一句，内底充满的屎。笑啥？讲到屎袂堪钱呢？我拄则想一个代志，袂记你讲。什么代志？我拄则毋是讲我咧收物件的时阵，抓箱啊，拢爱写做这字的。对啊，我甲你讲哦，我迄笔来买做这支的。为虾米？因为我大概写的拢毋知包去倒一箱内底。你有够咸的你！啊，我搬厝搬了，就会中做这笔啊，啊，还有就是中做这迄大包。啊，毋就大概搬一间厝都爱中做这笔的，就买1箍啊。伤咸。我嘛有想过，结果我尾仔想一个方法，你知道，用迄手链啊，绑一条锁啊，甲迄笔绑在身躯顶。你想想，伊得丢弹转来，都会包起。后来我就安尼无闹了。我 NG 无啦，拜拜啦，再会。